黃琪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係平排約出㗎啦。埋邊優才和道威藍衫走上去有勁步速，最出係齊歡最落啊。咁啊後多層嘅馬啦，咁啊黃衫中檔位置啊密密送啦，黑色帽嘅出邊啊大輝煌啊。內欄啊灰馬淺藍衫富起來，出邊粉紅衫喺個馬林入邊有百勝金龍啊。內欄位置啊咁啊走咗出二搭中檔啦，有安可啊，後邊嗰5匹馬雙贏啦，愛心波啦，尾3位置係夢照發，尾二風火行雲啊，暫時墮後嘅馬匹係同益線嚟㗎。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齊歡最落嚟㗎啦，跟住第2位有優才啊，外邊第3個勁步速啦，和道威啊第4啊，外邊第5有大輝煌啊，內欄第6灰馬紅眼罩就富起來啦，第7位咁啊有密密送啦，後多層粉紅衫呢，外邊位置就百勝金龍，內欄呢仲有愛心波，中間夾住係安可啊，尾4橙衫係雙贏啊。後邊嘅3匹馬，風火行雲夢照發啦，殿後呢仍然係嗰隻同益線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10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呢依然係呢隻齊歡最落嘅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就勁步速啊，出邊冚上去啦，就百勝金龍進佔第2位，後邊第4位內欄位置有優才，出邊走上去第5位，仲有黃衫黑帽嘅密密送啊，中間第6位大輝煌，內欄第7仲有和道威啊，緊隨其後仲有呢隻安可，後邊嘅6匹馬啦。咁啊等內欄喎，紅眼罩富起來啦，愛心波移咗出去啦，後邊嘅4隻雙贏褪咗落去喎，夢照發過咗佢，尾二風火行雲包尾入直路係同益線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話就百勝金龍啊，埋邊位置呢，有呢隻就齊歡最落啊，中間上嚟㗎嘛有優才啊，再邊追啊係呢隻安可啊，偷入邊上呢，仲有和道威，後多層就愛心波，最後100零米外邊安可冚上嚟有勢㗎，埋邊百勝金龍仲有啊，再喺埋邊位置仲有和道威進佔第4位係愛心波，最後50米到百勝金龍似乎贏啦，跑第2名埋邊係和道威啊，第3名係安可，第4名係愛心波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把握到對面直路尾，百勝金龍就開始走上去啦，咁啊結果就由頭頂到尾，咁啊以為安可都仲有啦，都跑得密啊，擠咗一段唔多，埋邊和道威將佢趕過搶到個第2，第4名姍姍來遲係愛心波。百勝金龍無位結馬房繼續好勢啊，夾住梁家俊啊喺度再贏，和道威後尾落好多飛跑到第2，安可第3，愛心波跑第4。都冇錯啊！我覺得梁家俊嘅處理方法，因為其實頭段個步速就真係唔係咁快嘅，所以入彎前都要即係醒添啦，係冇錯啦，要拉上。